继续来关心缅甸的大地震这灾情的消息。目前是已经超过黄金救援的72点钟，有超过1700人来死亡，3400人受伤，还有300个人失踪。伫咧曼德勒一间饭店，一个婚姻人是跌伫下骹将近60点钟，才互人救出来。另外一边嘛有好消息，佮救到一个细汉囡仔。Hello。 缅甸首都奈比都一个调伫阿门土地下面的查甫人对镜头拍招呼，救援人员赶紧用公仔为伊送水来维持性命。Okay, water coming. 这24岁查甫人敢若是秘伫床架下面好运来闪过一劫。新加坡甲缅甸救援团队用几工的时间将这个救出来。这查甫人互救出来了后，暂时目睭无都擘开，救援人员就得为伊检查身体状况。KK 呢，后面做结束嘅話，就那 operation。 所開家境要就那40年來ဖြစ်ပါတယ်သူပေးမိခဲ့တဲ့ဒီအစာအုပ်တွင်းတော့ပေးမိခဲ့တဲ့家境就နိုင်40ခန့်ရှိဖြစ်ပါတယ်စဖြစ်ပြီးတဲ့အချိန်。缅甸中部礼拜发生类似规模8.2强烈地震，瓦群地震中央曼德勒甲首都奈比都灾情真严重。救援人员正伫甲时间比赛，希望伫黄金72小时救出更加多民众。就伫个最后时刻，曼德勒一间饭店的婚姻人伫调调内底760点钟了后，好运互救出来。当地倒去的天空别踪，公务现场也传来好消息，还有一个囡仔互救出来。待会儿怎么把这名孕妇能够安全平稳的送到地面？我们注意到现场也是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绳索。 亚那沙前工作地点，救援人员伫贴甲山悬的废墟内底，利用吊挂方式抢救一个甲骹锯掉再救出来有生的婚姻人。不过，伊等来到地面时，因为老血伤衰，已经不幸死亡。这场强烈地震已经知影至少夺走1700条人命，包含曼德勒市内的乌拉丁市，当时有600个牺牲才伫上京考试。对地震了后，见到不倒来，900名的牺牲被活台，就已经知影至少80个牺牲死亡。由当地一直有地震尾，民众真惊，拢沿雨伞跨伫街路上来避难。奈比都一间病院见到未受到地震破坏，决定甲病房搬到户外，并且部署2台大型的医疗车来救治地震的伤者甲其他当病的病人。不过，伫缅甸40度的高温之下，病人甲患者拢真艰苦。 Many homes has been destroyed, road and bridge damaged. Many children and family are still missing and traumatized. We need urgent assistance, especially for the children, who often suffer the most in these kinds of situations.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缅甸这摆强烈地震灾情造成针对原本生活条件就真无好的家庭面临更加严重的生存挑战，灾后生活甲医疗拢严重来欠缺，尤其是对儿童来讲冲击更加大。当时新闻张惠敏、郑元庆编译。